讲社会新闻，肇事毒油包被判刑10冬半，已经确定的王立维，去年审理期间呢，摕假护照偷渡去柬埔寨，后来入境去泰国，本来想要去摕已经成功申请到的泰国精英的签证，取得会当长期居留权，想要到呢，假身份被识破了后，伫泰国互关一冬，昨下晡遣返返来台湾，一路飞机就互掠起来。 北检立职宽弃字第3121号，然后我们现在依法要逮捕。落飞机就去调查局人员包围，身份较真煞，双脚双手去铐起来，因为伊是咱台湾重大毒品通缉犯黄立维。 涉嫌摕假护照走路，互看破骹手，伫咧泰国刚刚互放出来押送转来台湾。黄立维挂号叫大飞，109年为泰国订买差不多5.8公斤其他名的毒油包，快送寄转来台湾，叫判10年6个月。案件审理期间，伊摕假护照偷走到柬埔寨，过去泰国，想要领成功申请的泰国精英签证，却当场扣了。伫咧当地关1年时间，伫咧这个月12号叫 遣送登来台湾。仔细查了一下他的护照呢，发现其实他是把基本资料一页那一面扯掉，换成伪造的身份放进去，所以他本人对他伪造的资料并不是很熟悉。是要透过精英签证，长期住伫咧泰国的800会馆主嫌郭泰敏，嘛捌开真侪钱买过，不过去掠到了后，就去泰国警察注销。泰国精英签证，佮叫做泰国绿卡，居留期限为5年到20年时间，介绍上上嘛爱90万泰国钱，上贵爱500万泰国钱，是由泰国政府发予强制来往，或者是长期住伫咧遮的外国宾客，条件是爱无犯罪记录，才当稳准。精英签证的话，最主要就是只要你有钱，基本上通过的几率是非常高的。第一个就是护照影印本第二个就是照片，然后再来就是一个申请表。 黄立维扣掠起来精英签证的 VIP 待遇也未享受到，所以来爱继续伫咧笼仔内关10年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